位老友記，各位街坊，大家今日最關心蟹議題，肯定係袋入面嗰幾粒銀錢，尤其係踏入2026年，成個社會蟹經濟氣氛好似軟飯啲，但係莫炸亦都跟住通脹係咁飆，平時去街市買斤菜都貴咗唔少。大家最想知蟹肯定係，到底政府今年會唔會加福利金、長者生活津貼加幾多，幾時先至真正過號到戶口？同埋最緊要個樣，今年庫房好似賺咗唔少錢，財爺會唔會大方啲，派翻個雙糧俾大家過下肥年？今日我同大家由淺入深，逐一拆解2026年財政預算案入面同呢個荷包西相關蟹之算。首先，我哋要講下呢個福利金海調整機制。大家要明白，政府加福利金唔係隨口莫，亦都唔係財爺心情好就加多啲。香港有一套行之有效蟹世委保狀元做物價指數，即係我哋成日講蟹通脹掛鈎。根據2025年度蟹數據反映，過去一年蟹租金、電費、食水，仲有最緊要蟹食品價格，通通都升咗唔少。所以去到2026年，根據最新蟹預算，各項世委保狀津貼，包括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即係生果金、傷殘津貼，仲有中元金，好大機會會跟住通脹率上調3.3%至3.7%左右。如果你依家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即係俗稱長津嗰份，喺2025年金額大約係4195蚊。如果按3.5%蟹加福利計，2026年大家每個月攞到蟹錢，好大機會會突破4340蚊。雖然睇落去只係多咗百幾蚊，但係對於一啲單身老友記嚟講，呢100幾十蚊就係幾餐飯，或者係幾次睇醫生蟹車錢。大家要留意啦，呢個調整通常係由每年喺2月1日開始生效，但係因為立法會審批加上行政程序，通常大家真正見到銀行戶口多咗錢，往往要等一段時間。咁究竟呢筆新錢幾時先至過戶？根據往年蟹經驗，加上2026年政府強調要行政數位化，效率係高咗啲。我預料最新蟹長者生活津貼差額最快會喺2026年喺5月或者6月左右一次過追溯返由2月開始蟹加幅。換句話說，如果你喺2月到5月期間係攞緊舊數，咁到咗5、6月嗰陣，你銀行存摺就會見到一筆過海保底津貼。呢一點大家一定要記住，唔好以為政府漏咗俾你，其實係程序上海灣牌。講完基本加幅，大家最引頸以待下一定係雙糧問題。點解今年大家對雙糧咁大期望？因為2026年喺庫房收入確實比預期好。雖然前啲年大家話經濟差，但係隨住旅遊業全面復甦，加上政府喺2025年度推行蟹幾項稅務改革同埋土地招標收入增加，庫房確實係盆滿缽滿咗唔少。民間蟹聲音好大，尤其係基層團體一直喺度嗌緊，既然庫房有錢，點解唔可以同市民共享成果？依家社會上有兩派意見，財爺喺預算案入面亦都係諗緊呢個問題。第一派係支持派雙糧蟹，佢哋認為雖然依家經濟好轉，但係貧富懸殊依然嚴重，尤其喺65歲以上蟹長者，好多都係依賴呢份津貼生活，派多1個月糧，即係所謂蟹出3糧或者出雙糧，對於改善長者生活質素、減輕醫療負擔有直接作用。而且呢筆錢流入基層手中，佢哋多數會攞嚟消費，買下營養品，換下舊電器，其實亦都係變相刺激返本地經濟。但係另一派蟹聲音就比較保守，佢哋認為2026年雖然收入增加，但係香港正面對人口急速高齡化蟹問題，預計去到2030年，每3個人面就有1個係65歲以上。如果依家開咗個先例，每年庫房鬆動啲就派雙糧，長遠嚟講世委保障開支會變成一個冇底洞。財政司司長要考慮蟹體系理財之長，即係所謂海量入為出。所以今年到底係派半糧定係全糧，定係好似前幾年咁完全無聲無息？我個人估計，考慮到2026年係一個關鍵蟹發展年份，政府為咗爭取民心，加上庫房確實有餘力，派半糧即係發放額外半個月津貼蟹成數係極高蟹。大家又要問下，如果真係派雙糧，咁高齡津貼即係生果金又冇份。目前嚟講，2026年蟹生果金大約係1600幾蚊，如果派雙糧就係多咗1000幾蚊。雖然金額唔算多，但係對於好多70歲以上唔想申請資產審查津貼蟹老友記嚟講，呢份係一份尊重，亦都係一份少少蟹項報。除咗錢之外，我哋要睇翻成個政策蟹邏輯。2026年蟹福利政策唔單止係加錢咁簡單，
政府依家推行緊銀髮經濟，佢哋發現與其單純俾錢，不如優化成個資源系統。例如2026年會唔會增加長者醫療券喺面額？依家係2000蚊一年，好多老友記反映洗一次牙，配副眼鏡就冇咗大半。如果財政預算案能夠將醫療券加到2500蚊甚至3000蚊，其實比起派雙糧更加實惠，因為呢啲係真正用到喺健康上面係開支。講返啲數字，大家可能聽得有啲亂，我幫大家總結一下2026年你一定要知係關鍵數字。首先，如果你係65歲或以上，申請緊長者生活津貼，你要留意資產限額有冇放寬。喺2025年，單身人士喺資產上限大約係39萬幾，去到2026年，隨住通脹調整，呢個上限有機會調高到40萬2000蚊左右。呢個變動好重要，因為有啲老友記可能因為儲多咗少少錢就超標，如果上限調高，大家就攞得安心啲。再講下中原受助人，如果你係因為失業或者身體健康問題領取中原，2026年喺標準金額加幅同長津係掛鈎喺。如果你係一個3人家庭，每個月喺標準金額加埋房租津貼、暑定津貼加埋，可能多咗200幾到300蚊，唔好少睇呢幾百蚊。對於一個正喺度對緊工或者屋企有小朋友讀緊書海家庭嚟講，呢啲錢可以用嚟買參考書或者換對新波鞋。仲有一點好重要，就係2026年喺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即係我哋成日講喺2蚊坐車。雖然近年有聲氣話要檢討呢個2蚊優惠，經財政負擔太重，但係根據我收到蟹風，2026年政府唔會越呢個2蚊優惠。點解？因為對於鼓勵長者出入社區，減少社會隔閡，呢2蚊優惠喺實係要遠高於佢喺財政支出。所以各位老友記，大家仲可以放心繼續2蚊坐巴士、坐地鐵去搵老友飲茶。大家可能仲會問，如果我係攞緊傷殘津貼，2026年有冇特別福利？傷殘津貼分為普通同埋高額兩種。普通傷殘津貼喺2026年預計會去到2070蚊左右，而高額傷殘津貼就會去到4100幾蚊。如果你係照顧緊一個傷殘人士，政府仲有一份照顧者津貼，呢份津貼喺2026年亦都係一個熱面討論話題。好多人要求將照顧者津貼常規化，並且門檻降低，唔好再搞咁多複雜牌審查。財爺喺呢方面有冇回應，亦都係呢份預算案喺一大排點。我哋再深入探討一下庫房收入同福利開支喺平衡。2026年香港喺印花稅同埋薪俸稅收入都比預期好，但係大家要明白，政府喺錢係要分好多份喺，除咗福利金，仲有醫療、教育、基礎建設，尤其係醫療方面。2026年幾間大醫院喺擴建工程仲搞緊，呢啲都係燒錢喺項目。所以大家喺期待派糖喺同時，亦都要體諒政府唔可以一次過將啲錢散晒。不過話分兩頭，如果2026年真係唔派雙糧，會唔會引發民怨？我覺得好大機會會，因為物價加得實在太犀利。大家去茶餐廳食個午餐，2025年可能仲係50幾蚊，2026年已經去到60幾甚至70蚊。如果福利金喺加幅追唔上食飯喺加幅，咁老友記喺生活質素其實係下降緊。所以我認為政府最起碼要派翻半糧，或者係喺電費補貼方面加碼。講到電費補貼，2026年大家屋企份電費單其實仲係好重負擔。如果財政預算案可以宣布再延長電費補貼1年，或者每個月補貼多100幾十蚊，咁對於全港市民嚟講，都係一個實實在在喺喜訊。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實際喺操作。如果你發現自己喺2026年5月都仲未收到加幅口蟹津貼，或者你覺得自己喺資產限額計算有問題，大家千萬唔好怕麻煩。依家社會福利署好多程序都簡化咗，你可以打去佢哋喺查詢熱線，或者去區議員辦事處乞人幫手。2026年資訊流通好緊要，唔好因為唔知情而損害咗自己海傳譯。大家亦都要留意，2026年政府可能會推出一啲針對銀髮族海新消費券或者津貼，雖然唔係大規模派5000、1萬，但可能係針對體檢、牙科服務喺專上津貼。點解我會咁講？因為2026年係香港推動預防醫療海關鍵一年，政府想大家老咗都身體健康，少啲去醫院，咁樣長遠嚟講，反而係幫庫房慳錢。所以大家除咗睇住銀行戶口嗰幾千蚊長針之外，亦都要留意有冇呢類健康紅包。總括嚟講，2026年喺福利金展望係樂觀係，加幅雖然唔算係發大財，
但起碼係跟足通脹，唔會令大家喺購買力縮水。至於過號時間，大家要耐心等多幾個月，通常4月財政預算案通過咗之後，5、6月錢就會到手。至於商量，我哋一齊集氣，希望財爺聽見大家蟹聲音。庫房多咗錢，拎少少出嚟俾老友記食餐好蟹，買件新衫，呢個要求絕對唔過分。喺呢個2026年蟹春天，大家最緊要係保重身體。錢雖然緊要，但係健康先係最大蟹財富。政府蟹罰你只係錦上添花，大家都要做好自己蟹理財規劃。如果你身邊有啲老友記唔識上網，唔睇新聞，記得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聽，話俾佢哋知2026年罰你金係有得加蟹，叫佢哋留意住銀行存質，亦都叫佢哋唔好咁慳，該食就食，該用就用。最後，我想同大家講，罰利制度喺建立係為咗保障大家喺基本生活。2026年喺香港雖然面對好多挑戰，但係只要大家互相扶持，政府肯聽民意，我哋一定可以過得好。等財政預算案正式公布嗰日，我會再同大家詳細逐項對數，睇下財爺到底有冇屈大家，睇下嗰份商量係咪真係入咗袋。大家記得保持關注，資訊掌握得好，先可以做一個精明蟹老友記。大家仲要留意一點，就係2026年關於跨境養老蟹津貼安排。依家越嚟越多老友記選擇返大灣區生活，政府喺2026年亦都優化咗廣東計劃同埋福建計劃。如果你打算或者已經喺內地定居，你要留意能儲長精蟹居住日數要求有冇放寬。喺2026年，為咗配合大灣區融合，政府好大機會進一步放寬離港限制，令到大家喺內地生活都可以安安心心攞足份糧。呢點對於想返家鄉退休蟹朋友嚟講，絕對係一個大喜訊。講到尾，錢就係得咁多，點樣分配先至最公道？2026年，蟹社會大眾對呢個問題有好多討論，有人覺得應該俾多啲年輕家庭，有人覺得應該照顧好老人家。我覺得一個文明蟹社會一定要先照顧好辛苦咗一世蟹長者，所以2026年蟹罰利金加碼，唔單止係錢蟹問題，係一個社會良心蟹問題。希望政府喺規劃庫房收入蟹時候，真係可以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2026年蟹經濟環境雖然話係好轉，但係內圍環境仲係好波動，利息幾時減，美金點樣行，呢啲都會影響到香港庫房蟹投資收入。所以大家聽我講，雖然我哋預期有得加，預期有商量，但係自己蟹荷包都要管得嚴啲，唔好因為聽到有加薪就大使。最緊要係留定個錢喺身邊，以備不時之需。2026年係一個希望之年，希望大家都能夠攞到應得蟹罰利，開開心心，健健康康。大家記住，2026年福利金蟹調整唔係單一睇加減法，而係成個社會分配資源蟹體現。我哋會持續關注立法會入面蟹辯論，睇下有冇邊個議員係真心幫老友記爭取緊。如果你哋喺申請津貼蟹過程入面遇到咩困難，例如唔知點樣報收入或者資產計算有爭議，記得第一時間拔專業人士諮詢。2026年蟹政策雖然複雜咗，但係只要我哋肯問肯學，就一定唔會蝕底。總而言之，2026年係一個福利調整蟹大年，長者生活津貼有望加到4300幾蚊，生果金、中原、傷殘津貼通通有得升。過戶時間預計喺年中左右，而且好大機會有追補差額。至於大家最想海商量，就睇財爺最後一刻係咪肯鬆手。庫房有錢，民生為先，呢個係我哋2026年對政府最大海期盼。大家一齊拭目以待，睇下呢份財政預算案係咪真係可以令全港市民都笑逐顏開。最後，我仲想多提一點，就係關於2026年領取罰利金蟹契債同審查問題。政府最近幾年查得好嚴，大家一定要如實申報。2026年社署會加強同銀行、土地註冊處蟹數據對資，所以大家喺申請長精或者中原蟹時候，一定要清清楚楚，唔好因為一時貪心或者大意，影響咗自己原本應有蟹罰利。做個老實蟹老友記，攞份錢都攞得安樂啲。2026年，希望大家蟹生活好似芝麻開花咁，節節高升。我哋再睇多啲細節。2026年，如果政府真係決定派雙糧，咁到底點樣派法？通常係，如果你喺預算案公布嗰一日係符合領取津貼資格蟹，你就有得攞，唔係話你今日申請聽日就有。呢個時間點好重要，所以如果你啱啱好係2026年初夠65歲，記得即刻去申請，唔好拖，一拖可能就錯過咗份雙糧，
或者係幾個月蟹加幅差額。講到庫房收入，我哋要睇睇2002-05年度蟹稅收數據。2020年香港蟹利得稅收入增加咗唔少，主要係因為幾間大企業蟹盈利回升。呢啲錢政府通常會擺一部分入儲備，另一部分就用嚟做一切性紓困措施。呢個一切性紓困措施就係我哋講蟹派糖。2026年除咗雙糧，大家仲可以期待客免差餉、免租金。如果你係住公屋蟹老友記，政府會唔會代交1個月租？2026年蟹機會率都係一半半。點解？因為公屋租金近年都有調整壓力，政府可能會透過免租嚟抵消加租蟹影響。大家聽住啦，2026年蟹財政預算案其實係一個平衡蟹藝術，財爺要顧合中產，又要顧合基層，又要顧合長者。中產可能想要稅務寬減，基層想要生活補貼，長者想要醫療同埋長針。如果庫房真係咁鬆動，好希望佢可以多啲照顧老友記，因為年輕人仲有排拿，仲有機會賺錢，但係老人家喺生活係等唔到蟹。2026年我哋一定要大聲疾呼，要求政府將資源投放喺最需要蟹人身上。我哋再嚟講講2026年蟹生活成本，除咗食飯坐車，藥費係一個好大塊支出。雖然政府有藥費援助，但門檻好高。2026年大家可以留意下政府會唔會放寬撒瑪利亞基金或者關愛基金下蟹藥費資助上限。對於患有慢性病蟹老友記，呢啲資助比起幾千蚊蟹雙糧可能更有用。如果一份藥每個月要幾千蚊，政府資助一半，一年落嚟就慳咗幾萬蚊。呢啲先至係真正幫到根源蟹政策。2026年香港蟹近息產業亦都喺度轉型，好多私人公司推出咗針對長者蟹產品，例如防跌警報器、近發族專用手機等等。政府會唔會喺2026年推出一啲科技補貼，等老友記可以平啲買呢啲科技產品嚟提升生活質素？呢個亦都係值得我哋期待蟹。畢竟2026年係一個科技發達蟹年代，老友記都應該享受科技帶嚟蟹便利。最後，我再叮囑大家一次，2026年福利金蟹數字，雖然我今日幫大家預測咗一個大概，但最終仲係要以政府正式公告為準。大家要留意電台、電視或者去屋邨辦事處睇公告。2026年要做一個有準備蟹人。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幫到你，記得同身邊蟹老友記講聲，大家互相照應，資訊互通，我哋喺2026年先可以生活得更有對係。2026年錢雖然唔係萬能，但冇錢就萬萬不能。希望大家蟹場真做熱過號，希望財爺肯派雙糧，希望庫房蟹錢真係可以用得其所。大家努力保重，一齊迎接2026年更多蟹好消息。